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6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本土增加39000多例，有134例死亡，另外有新增加一个 Miss C 的个案，是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家在已经复原啊。台中一间病院的护理人员甲患者起卡动手，卫生局讲，若是确认有严重违法，会甲因直接废除。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仔日本土确诊的人数有比昨天较少，是新增加39000多例，有134例死亡。在死亡的个案内底，上介少年的是一个30多岁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负责人。另外，佫新增加一个 Miss C 的个案，是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退烧了后，规分数起七毛，佫烦苦，开始咧发烧，而且是烧甲真厉害。迄当阵佫有带入去加护病房，家在即马是已经复原啊。39586例本土病例，那境外一路有60例。新冠肺炎疫情最近呈现短缺，本土确诊无到4万，增加3.9万多例，其中增加134例死亡个案，也佫有上少年的个案是一名30多岁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女性，为确诊到死亡只有8天时间。在6月11号，收住于医院，并使用瑞德西韦，但是病况仍不佳。那家属签立 DNA， 那同日晚上于院内死亡。那另外特殊重症新增一起 Miss C， 到急诊有血压偏低、发炎指数升高，由于怀疑是 Miss C， 所以进入 ICU。另外，特殊的重症个案增加一个 Miss C 案例，一名11岁查某囡仔伫确诊退烧，结果规身躯起七毛，过几天佫再次发烧，也佫出现胃寒等症状，找到前往急诊，血压偏低，发炎指数升悬，转往加护病房治疗，好佳在伫最后康复出院。全台整体疫情主要以台中、新北甲高雄上济，拢是5000多例。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确诊个案5320人，我们的下降幅度是7缓。新北市65岁跟原住民55岁以上，不管是第4剂或是接种任何一剂，这些长辈们都可以赠送500元的礼券，加上4剂的快筛试剂。为了鼓励长辈注第4剂疫苗，中央补助地方长辈注疫苗得送礼券甲快筛。新北市佫宣布增加送2支。另外，台中市的确诊数比对顶礼拜减少29.4%，呈现稳定减少。所以宣布各高中为7月初1，国小甲公立幼儿园为7月18开始有条件恢复实体课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高组的疫情目前累计已经伫超过50个国家传开，通报确诊的已经3000多例啊。台湾日时嘛出现头一个高组的个案。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讲，目前也无造成全球的公卫紧急事件，不过国内专家就提醒，若为着高组的患者，第1天至第3天皮肤会起粒啊。在这段期间，若是无细致，真有可能会卫复更较侪人。那差不多3天左右，皮肤的病灶才会出现。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容易导致就是被误诊。高组的疫情在全球渐渐传开，台湾嘛出现头一个个案引起讨论。为着高组的患者，现在伫咧确诊的第1天至第3天，皮肤会起粒啊。在这期间，若是无细致，真有可能就会卫复更较侪人。他假如说从国外回来，那有这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在这个3天内，皮肤病灶还没有出现之前，就要赶快做一个适当的检查。50个国家只有3600例，在整个传染力来讲，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凶猛。高组主要是透过皮肤、甲黏膜等接触相会，甲新冠病毒主要经过烂手传染相比，风险相对较低。世卫组织认为讲，高组是予人烦恼，而且一直扩大威胁。不过，还未达到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国内有专家提醒，个人的清洁甲消毒，若是做好，就免受过头惊吓。这种 DNA 病毒通常来讲相对的稳定了啊。豆科病毒呢，其实也像新冠病毒这一类的病毒，它们都有外套膜，酒精可以把这个外套膜破坏，它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人体的受体结合，而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专家指出，在大众运输坐伫两边边啊，侪位的乘客，会防列做是中风险的接触者，是考虑患者的粒啊，若是不人破气的时阵，病毒量是真悬，有可能会污染附近的环境，造成边的人会去滑着。所以提醒民众喙暗大刮好，买当准备酒精做消毒。若敢是爱注疫苗，就要观察全球高组疫情的变化。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加上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支出燃料的价格大起。台电预估今年到5月份的亏损恐惊会到700亿。电价审议委员会明仔载会开会来讨论电钱调整的方案。针对这点，目前国民党是主张讲，民生用电应该是唔通起。因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为着兼顾民生也有经济，政府会尊重审议委员会的评估。台电的财政是安动动，按算今年到5月份的亏损，恐惊会达到700亿。电价审议委员会日前会开会讨论各项的调整方案。国民党认为讲，今年疫情比去年严重，民众居家防疫的需求增加，加上通货膨胀物价大起，失业率也真悬，所以主张民生用电的价格唔通起价。通膨现在非常的高涨，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调高电价的话，那我觉得这完全是雪上加霜。国民党团认为讲，蔡政府应该要为创案的能源政策，甲全面来回实的，而且彻底检讨，改善真正停电甲跳电的情形，提供民众稳定用电。针对民生用电卖起价的声音，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为了兼顾民生甲经济，政府会规来考虑，尊重审议委员会评估。发电的成本原料，无论是油、天然气、煤炭，都因为战争和疫情翻倍的成长，所以台电的负担非常沉重。怎么让供电永续？怎么让民生？怎么拼经济？政府都会全方位来考量。台电顶一届起电钱是伫2018年4月份，电钱已经超过4年无起。今年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燃料价格一直拢真贵。电价审议委员会日前会举行，台电已经准备几个方案，以平均调整5%为标准，用电真商的用户看来百面会起价。也若每个月用电差不多1500度较细间的点头，因的电池敢是会做调整，也正做大家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这个地方的消息。在台中的一间病院，去互民众指控讲，因内底护理师甲助理护士对患者是起骹动手，而且佫甲病人绑伫条仔顶，为喙皮全安尼甲割落，规个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翕落来。病院讲已经有甲这个使用暴力的医护人员洗头路啊。因若市府卫生局嘛表示，因这个月20有去做稽查，若是确认有严重违法的行为，会甲因直接废除。时间是今年6月，监视器翕到护理师甲病人绑伫消防器材条啊，山内一直甲伊扇喙皮。台中海线一间病院，互民众指控有病人连续遭到不当的对待。今年3月，有一个男性护士也发现，甲病人一直拖去病边，甲伊饲伫壁，一直甲拍。戏弄病人，挑动病人情绪，然后再来就是肢体上的动作，像是拍打病人的脸颊，或者是推病人。护理师会用长尺，或者是用一些工具，然后去打他的手。投诉民众表示，这间病院以收治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主，也是有护理之家。不过长期拢对收容的病人有施加暴力的现象，拢是锁定长期无人来会客，也是无度正常来讲话病人。就算有拍着伤，也无度替家己讲话。院方表示，疑似施加暴力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开除了。针对暴力的行为者，我们也不纵容，所以我们已经给予那个相关的人员都已经开除了。这样。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接到通报了后，伫这个月20就去稽查，确认医护人员是不是有这个不当的行为。护理人员于业务上有违法或不正当行为，得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其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执业执照。卫生局表示，即阵已经知影有一个护理人员加2个护士来涉案，详细情形也来调查。若是确认有违法，也是无正当的行为，情节重大，会使依照违反护理人员法的规定，相当废止职业的执照。另外，医疗机构若是无尽到督导的责任，会使依照违反医疗法处5万到25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天气是真热，有不少民众拢会趁休困的时阵去溪仔边耍水纳凉一下。不过，伫宜兰南澳北溪迄块地啊，今仔日早起发生一件渡水的意外。有9个位中北部来游客在耍独木舟的时阵，其中一个姓黄的查甫人无细日冰船渡水，消防人员赶紧把伊送去病院，不过尾手也是救无回来。
救援人员斗阵甲这10个人光条咧准备了过这个溪仔水，登去对岸，依然南澳北溪。换一个碧豪温泉，26早起10点外发生毒水的意外，9位来自中北部游客伫遮耍独木船，其中剩的10个人，敢若因为水箱串流而冰存毒水。游客划充气式独木舟不慎翻覆，受困于岩石之间，同行将其拉出至岸上后已无呼吸、心跳，立即实施 CPR。心肺复苏术20几分钟没有效果，然后我们大家再去帮忙。剩的10个人虽然有穿救生衫，不过落水了后，徛伫石头棚内底真久，风救起来时阵已经唔知人啊。警消为着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就算水真窜流，也是赶紧撩水落去救人。科学3王所有英明病院抢救了后，意外死亡，警方也在调查冰存的原因。像南澳那种溪的话，如果下大雨，有时候不适合做一些从事水上泛舟之类的活动啊。山区若是落过大雨，溪仔水涨起来，可能造成风险。除了注意天气、水流，也有落水时装备嘛要齐全，并且有专业而且合格教练陪同照看。教练提醒，万一不幸渡水，是毋是掉伫遐？女方讲，反倒当无倒来脱困，爱尽可能保持镇静，才有法度争取更加多救援甲自救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西方国家的2个重要的峰会，7大工业国 G7 甲北约峰会。为2日开始伫澳洲举行，会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能源还有粮食的危机。而且，这届北约会甲对抗中国崛起头一届写入去组织指导原则。美国总统拜登来到德国慕尼黑，落会年期了后，向众人会出致意，随后转至陆战队1号前往 G7 峰会举行地点埃莫山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已经到慕尼黑。第2日举行的 G7 峰会将聚焦俄乌战争、能源甲粮食危机。美国是伫会前强调 ，G7 将拍拼支援乌克兰。And the G7 was an ongoing commitment to continue doing what we've been doing in support of Ukraine, imposing costs on Russia, strengthening our own defenses. 俄乌战争进入第4个月，英国首相强生2日呼吁 G7 各国领袖唔通放弃乌克兰，佮答应提供基辅当局新的财政援助。也毋过外界认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 G7 成员国恐惊因为内政纷扰，真歹伫即摆峰会交流有所突破。接落来的北约峰会将伫29日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即摆要将对抗中国徛起头一摆写入组织指导原则。对美国想要集结西方国家来抗中，学者分析，美国疏忽真侪国家甲中国有真深的经济互动，无遐尔简单切断。包括其实韩国跟日本跟大陆的贸易也是非常的密切，所以你要他们完全切断，跟着美国去制裁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可能必须要认的。另外，3条美国投资高峰会将伫美国华府举行。行政院政府委员郑振中因为伫墨西哥确诊新冠肺炎，要留伫原地隔离，无法度前往参加。就解由已经带团前往美国访问的国发会主委姜明兴代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伊拉克从4月份开始，都受到沙尘暴的侵袭，尤其是第2号，伫北部的所在是特别严重，车路的能见度剩无20公尺。路里因为无啥人点头嘛，提早关门。另外，伫阿富汗2时发生地动尾，佫增加5个人不幸过往，死亡的人数目前已经有1150多人。塔利班政府2号呼吁国际社会取消经济制裁，甲对中央银行资产的冻结。空气内底拢是铺黄色的沙土，互人感觉喘气拢困难。伊拉克北部城市埃比尔2号开始遭到沙尘暴袭击，道路能见度剩无到20公尺，街路上出外人减少，商店的因此提前来关门。对今年4月开始，伊拉克各地就连续遭到沙尘暴的袭击。5月份也一度严重到有50人输入伤侪右山土，出现喘气系统的问题伫大院，当时也未少机场一度爱关起来。伫进前上海受到天灾地动影响，阿富汗除了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受伤人数总计也超过2000人。原本就受到国际经济制裁的塔利班政府，第2号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制裁，甲对中央银行资产的冻结。The Islamic Emirate is asking the world to give the Afghans their most basic right, which is the right to life, and that is through lifting the sanctions and unfreezing our assets.
and also giving assistance after destroying lives for 20 years. 伫地震了后，国际社会人道救援一直进入阿富汗。帕克蒂卡省的加扬地区，当地2时也发生有动，互死亡加受伤人数增加。另外，巴基斯坦的医疗团队伫霍斯特机场设置临时的医疗设施，也开放西北部的边境，以便将重伤的灾民送到巴基斯坦去治疗。不过，医疗团队也是无够。 另外，由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巴基斯坦、乌兹别克、土库曼送来救灾物资，也拢送到当地。优秀援助也一直送来。中国在2月也宣布要提供5000万块的人民票，大约是代表2亿2500万人道物资的援助，予阿富汗的灾区。广西新闻台视东边译。接下来，咱转来关心咱国内消息。副总统赖清德原底伫2日下晡要参加药师公会活动，煞临时取消。总统府表示，赖清德是因为椎间盘扑出来，伫咧营总动手术。副总统赖清德因为脚趾片胸痛了真厉害，去互医生看，检查了后发现倒边腰脊骨第5节，还有尾龙骨的第1节椎间盘扑出来，去得着神经。今仔日下晡点半，伫咧台北营总做腰脊骨微创手术。 规个过程是真顺利，差不多1点钟就完成这个手术。接下来会照医疗团队建议，暂时住院观察。所以咱来关心选举的消息。有风声讲，卫福部长陈时中可能会甲职务辞掉，接受民进党的征调，参选台北市长。针对这点，南北两党是拢发出爱防疫优先。另外，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蒋万安，伊提出发中央敬老金的政见。 叫台北市长郭文哲质疑讲，敢是爱记者来编这条预算呢？要求蒋万安都要讲好明，这钱爱对倒位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后届台北市长的立委蒋万安进前提出发放中央敬老金政见，予现任市长郭文哲质疑，敢是要借钱买来这笔预算？蒋万安批评郭文哲，调讲借钱等于是中央敬老金是对长辈的情绪勒索。对台北市的财政负担并不大。 刻意将举债和敬老金画上等号，事实上，这是对于长辈的一个情绪勒索，刻意分化世代，大可不必。花中央敬老金当然没有问题啊，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或是钱从哪里挪出来，这才是问题。那你要选台北市长，最好讲清楚。 双方空中对呛，也毋过对陈时中也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两人颠倒是同齐认为防疫优先。 出现首例的猴痘案例，才赶快紧急洽购，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包括指挥中心陈部长，还是要将疫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疫情指挥中心到底是，如果真的要下来选，那个到底谁要接任，什么还是要准备的。这个阵前意将兵家大忌，你看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另外，拿着这期吴珊珊还未请辞副市长职务专心参选，行政无中立，郭文哲也为吴珊珊讲话。我个人在2018的时候，坦白讲，我只有到最后半个月，他请假去选，选举经费就少掉很多。我们只是靠自己在工作当中每天工作。 去争取选民的认同，这也许这种新的选举模式了。虽然郭文哲以家己争取人员的爱来认为吴珊珊较晚请辞导致参选无问题，也毋过内陆拢无接受，也是认为这是用行政主管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推出人权教育绘本评选的计划，今年已经是第3届啊。这届有12组的创作者来参与。 伫这4个月的时间，引起参访不易为止。嘛，听政治受难者的分享了后，创作出12本人权教育的绘本。今嘛人权博物馆按算要选出前3名来出版。 亲像马强的画作表现出不易为止、安康接待所复杂的请假。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人权教育绘本评选计划的首奖，描写伫白色恐怖时期社会目睭看现现所改造无发现的受难者故事。比较想要偏移有点文学性的感觉，就是像诗的这样子，慢慢的从可能有一通电话，然后就开始
抓到一些受难者们、前辈们，然后就这样子被关进狱中，然后但是其实都没有人发现。听不同的老师的上课方式，然后还有受难者前辈们讲述的过程，然后每页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这样出现。国家人权博物馆绘本定选计划今年是第3届，总共有12组创作者开4个月的时间，推出12本以人权教育为主题的绘本。在创作过程，嘛透过实地参访维权遗址，政治受难者分享等课程，丰富创作者的作品。我们是更加的精进在人权教育的一些课程上面。这些课程除了从历史脉络的这个部分去了解它，我们也带领学员去做一些不义遗址的参访的部分，就空间的面向来进行一个了解。那也邀请了政治受难者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属来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人权馆表示，过去2届已经有1本作品甲出版社合作出版成功，2本正在规划当中。这摆前3名作品，博物馆嘛会负责刊刷甲宣传，参出版社计划出版。记者郭不君郑派文新北报道。在家己的太保市有一间70多年的正新护龄，厝主叶家军用2年的时间，规个整理过，甲内底2000多本册免费提供给社区的囡仔，互因会当来遮看册。希望利用这间厝，会当互这个社区有新的改变。社区营造老师伫街道甲大家认识，校园伫厝内外无用手头的工课。老师讲，自从厝主甲这间三合院整理好势，社区营造的课开始有好的发展。他的那个伊的地嘛足快，哦，伊就是讲，阮来操作这一寡工艺的动作，伊是足需要的。嘿，啊，像这种吊钉啦，若要拍啊，你要放物件嘛，拢足方便的啊。这间70多年的老厝，经过2冬的清理，室内改造会当互囡仔读册的所在。本身咧做国小老师的主人讲，过去细汉的成长记忆，互伊想要整理这间老厝，提供互在地囡仔，而且都好做阮兜。我读细汉的时阵，就是感觉遮拢无所在当互我读册，我拢一定爱去家己市区，就想讲，我若大汉了后，我会当为我的故乡做啥物代志，我感觉都足好诶。阮兜伫假日的时阵，有社区营造甲地方创新的课程，平常时嘛有开放互人伫遮看册。未来嘛希望会当配合无同的单位，互这间老三合院体现这个老社区加添新的活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宜兰头城的顺天府，即嘛已经有192年的历史啊！即嘛因制作一支4层楼高的天香，关度甲重量拢创下纪录，带大家做伙来看卖。4层楼高的大天香，就在地庙宇的广场前。主事地府王爷的头城镇顶埔里顺天府已经有190年的历史，2020年疫情爆发，地府王爷透过其身指示庙方，搁制作天香，毋忘为民间祈福，互疫情早日退散。我们慈武王爷降旨指示，要制作天香好让这个疫情早日消散。这个天香悬有12.5公尺重，4368公斤，是全台有记录以来上悬上重的天香。虽然无拍破金氏世界纪录，也毋过制作过程又完全辛苦。香条是用沉香粉中药和封顶制香原料，伫台湾3部条一案搞出来。香顶悬的龙形彩绘也是纯手工画。第一次看到，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就是又有回到小时候感觉，很兴奋，很期待。第一支、第二支我就拢去吃。即摆去看就感觉安那？我讲真欢喜啊！大天香是为去年的9月开始制作，经过我10个月工期，最近时间完成。庙方讲，将伫地府王爷诞生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5暗11点，点到天香祈福。23年前的天香烧20几天，即摆搁较悬、搁较大的天香，点到了后有继续搁较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